之前有好多媽媽睇到我介紹尋寶補習老師配對平台，都有啲疑問，咁我而家為大家一一解答啦。喺一般情況下咧，絕大部分嘅上門補習咧都唔會提供免費試堂嘅，咁通常都係啲收費嘅試堂。不過都有個別嘅導師願意喺正式上門之前有一個免費嘅 Zoom 試堂，咁俾家長同小朋友感受下老師嘅風格。咁呢類安排咧會喺導師資料入邊清楚標示嘅。咁由於導師都已經付出咗心機同埋時間去準備，咁所以喺首堂之後發現導師唔啱，都唔可以免除費用㗎。所以都建議家長喺上堂之前同老師了解清楚佢哋教學嘅風格啦，同埋佢哋嘅教學內容，等老師有機會作出調整。咁若果首堂發現導師同埋自己嘅風格都唔啱，可以喺課後 WhatsApp 老師，又或者喺平台申請終止或者取消課堂。咁已繳交嘅學費會喺扣除完成嘅課堂之後，仲有餘額嘅話，可以免費重新配對或者轉過另一個導師。咁呢一個服務咧係唔會額外收取手續費嘅。咁有唔少嘅家長住喺偏遠地區啦，或者係交通唔方便嘅地方，咁例如好似村屋咁啦，咁就會大大增加咗導師來回嘅時間成本，令到合適嘅導師數量減少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如果能夠提供交通嘅津貼，咁就可以增加揾到心儀老師嘅機會啦。輸入 WAGYUB 250即可獲超市禮券250蚊。